主往2026年8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路咱沿路唱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两记下卷24章第19、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两记下卷第24章。约雅敬在位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侵犯犹大，约雅敬服侍伊3年，后来煞背叛伊。上主派巴比伦、叙利亚、摩押甲阿门的游击队来攻击约雅敬，搁找因攻击犹大，要甲伊毁灭。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众先知所讲的话，这事临到犹大，实在是出自上主的命令，要将犹大的人民对伊的面前赶走。这拢是因为玛西所犯一切的罪。伊害无辜的人，互耶路撒冷死过，拢是因的罪。这个罪上主毋肯赦免。约雅敬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雅敬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约雅斤煞接伊做王。埃及王无搁出兵攻击外国，因为伊所管的地，对埃及边界到幼发拉底河，拢互巴比伦王抢去。约雅斤在位的时1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。伊的老母叫做尼互西他，是耶路撒冷人伊利纳丹的查某囝。约雅斤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伊老爸的所做去做。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人神上来耶路撒冷，围困迄个城。当伊的人神围困城的时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嘛亲身上来。犹大王约雅斤甲伊的老母人神将领官员拢出城向巴比伦王投降。巴比伦王将约雅斤掠起来，迄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8年。巴比伦王阁将上主殿内甲王宫的宝物拢对遐摕去，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上主殿内的金器拢拔落来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。伊将耶路撒冷的人民、众首领甲所有强猛的勇士共1万人，连所有做肉师傅甲拍铁师傅嘛拢掠去，只留国内上丧香的人。伊将约雅斤甲伊的老母、嫔妃、官员、国内的贵族拢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。伊阁将7,000个会交战的勇士，以及1,000个做肉师傅甲拍铁师傅，拢掠去巴比伦。巴比伦王设立约雅斤的阿叔马他尼煞接做王，甲马他尼换名做西底家。西底家在位的时21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老母叫做哈木他，是lib那人耶利米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约雅敬的所做去做。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事，是因为上主发受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有路咱沿路唱歌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南国犹大的最后几个王约雅敬、约雅斤、西底家。约西亚王日版公然的宗教改革，伫伊战死沙场就无搁继续。以后的南国也无搁再有好王。南国即时硬伫原本的强权埃及和
崛起中的强权巴比伦之间。顶面所讲几个王已经三无主意，到底是要换倒一个境外势力较好？但是，亲像《申命记》书馆的历史学家和这时期的先知耶利米所再三强调的，毋是转来到甲因立约的上帝面前，才是国家兴亡的关键。无论我靠倒一个拄则兴起的外国势力，拢无帮赞。这个外国势力，拢只是上帝用来审判因的暂时性工具拿定。总是橫跨三个王，長達20幾年的時間，南國的王無論安怎繼承，總只是效法前王的歹模樣。南國終究擺脫袂開約西亞改革以前瑪西王所種的歹，難得上帝的憤怒。檢採有人掠做，以色列人受掠巴比倫是一次性的。其實早佇約雅斤做王的時，耶撒冷就捌被圍困，真濟大官戰士淪為俘虜，敢若上善車的人留落來成做剩落來的人民。傳統時，聖殿和王宮已經被洗劫一輪，成做巴比倫人的戰利品。列王記內面記載有真濟人名和地名，常常予人感覺讀起來無遐容易。但是申命記書卷具有清晰的神學思想，對申命記、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到列王記，整個申命記歷史的敘述具有一貫的神學思想，也是對歷史的反省。全本聖經差不多攏通講是對佇國破家亡、聖殿被毀、甲受掠巴比倫的神學反省。佇台灣，咱也捌經歷精英階級被消滅殆盡，僅存上善車的人民，經歷境外勢力指其到來，以及國內無共領導階層甲逐個境外勢力交涉。咱也捌經歷真久以前的歹的領導人帶來久長的負面影響，以及短暫的改革難以力挽狂瀾的困境。一代閣一代的領導者，若像對國家無長遠的意向，因傳承的毋是價值甲信念，是複製前人的歹模樣。佇台灣，大多數人並無認捌守約是阻礙，甲人立永約的上帝，至到總是短視近利。今仔日是聖樂主日，咱需要反省，咱是毋是總是唱着翻譯的詩歌，無一個會當講述家己的歷史反省的歌？咱佇教會唱的詩歌，是毋是會當唱出凝視歷史的悲哀？但是，閣有就算是審判的歷史，也猶原是掌握佇上帝手中的歷史毋忘咧。隨像只要咱還唱着歌，就有路繼續行落去。默想，佇講述歷史，看到朝代會更替的時陣，我講出、看出、唱出甚物款的歷史反省？佇咧講述歷史，看到朝代會更替的時陣，我講出、看出、唱出甚物款的歷史反省？咱來祈禱，歷史的主宰上帝，請予我佇凝視歷史的時，會當有對你遐來的眼光，閣予我佇咧
讲述历史诶时，会当讲出你诶掌权甲稳定，奉主诶名求，阿面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